2005年，台湾设计展呢是伫中华来举办。除了这官方规划展区以外，有一阵在地少年家是主动来响应，伫这当中呢来举办展览、食食文化等等的体验活动，希望用在地角度，让民众会当感受到中华美丽的所在。有珍珠蚵仔风味的甜卤，羊奶做的 cheese， 嘛有结合手机设计解谜游戏。今年台湾设计展伫中华举办，有在地青年团体自发性发起响应，伫设计展期间规划展览、食食体验等等的活动。阮会伫高滨街内面做一个展览，是甲风碗有关系。咱就介绍风碗的就较物产。比如讲羊肉啊，比如讲辣啊，各式各样的就较物产。阮是一个科技的团队，然后即摆我就甲有设计、甲导览的团队做合作。上特别的所在，就是敢带大家去食物件，阮阁有结合手机，然后这实境解谜游戏，带大家发现无共款的中华哦。这边的在地团体响应有4个组织，计共17个单位。有的人是养殖业、农业的第2代，有的家己创业，拢是伫中华打拼真侪年的青年。因也指出，中华因为产业结构的关系，少年人要创业也是做在地创新，拢真困难。因希望透过自发性的响应，证明设计毋是包装尔尔，是会当行入生活、产业带来改变的。少年人比较重视的是在文化创意产业啊，或者是影音产业，但在彰化，在这种创意人才上面其实是比较少的。这个台湾设计展在彰化，阮在中华的团队就把它集结不同的专业工作者，大家一起合作。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再生。在地团体表示，中华主要是传统制造业、农业、服务业为主。这边台湾设计展伫中华举办，伊嘛希望毋是干那表面好看，更加爱顾到地方的需求，嘛期待透过这个机会，带动中华设计甲文创产业的发展。记者杨淑静，中华报道。